再来是国安单位提出着警告，讲强谍案是愈来愈多。军情局的前局长刘德良讲，国安单位伫几啊年前就评估过，监护伫台湾的强谍大约有5000人，但是以目前2块情势来看，渗透的间谍应该是超过5000人过。这个检察总长邢泰昭讲，阿强真正见这个间谍。 未直接来台湾，拢是伫第三地甲吸收者来见面，这真歹收集到证据，所以要办这个强谍案真困难。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，这是军人之耻。 2011年，国防部讲党话开记者会会室内，因为陆军少将罗宪铁涉入和中共的政治人员9年互判无期徒刑。这年来，强谍的侵入是不断。军情局的前局长刘德良最近就表示，较早国安单位就捌评估，监护伫咧台湾的强谍就有5000人，不过即卖数量可能是超过较侪。 2009年，北检头一届因为强谍敲诈总统府，到2005年，总统府内原来有强谍。戒严时期接看的标记细粒飞碟就伫你身边，想要到2025年也阁适用。一个退休的政治单位副省长嘛也了，中共甲强谍见面的手法，真正的中共间谍要直接来到台湾，是伫咧第三个所在，甲吸收也是触犯的人见面交付任务。譬如罗宪铁的强谍案，就是约伫咧泰国甲东南亚遮的所在。 甲中国嘅政治人员见面，检察总长邢泰昭嘛表示，国安案件有稳定性，嘛因为涉外无方便取证，金流嘅搜证嘛无简单。这三个特色，让互国安案件侦审是更加困难。新的形态的防范中共的渗透，已经不只是共谍本身，乃至于法律战，都是现在台湾非常严峻的挑战。所以说，国安实法。 蓝白还要再挡吗？民进党的立委养共谍，民进党的国安会养共谍，赶快把共谍抓一抓啦！哪力双方拢甲枪口击向对方，不过强谍的侵入嘛，毋是最近才开始，手法嘛愈来愈多元，政府单位拢着爱提高警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